满丽军预备路上得中头名上牛么为分走过，但是满丽军精通一代了，让我理想大家在这里一天啊，所以家民队的上人开心的不得了。这个女婿不我灭上，年纪轻马相好，才人出众，而且精通一代，小吴不为分走上，即为得来自。今在文武大人上京的三虎为谁两相谁立下他给黑一上上万岁有旨，有事出州，武士卷连退班了。今朝皇帝心情慎重，手下了龙一郎实受真责，张破一绳子打出来100件，起码也够过世人。那么这个让我今朝闲话先说了这的。众位爱卿，今日寡人负心灵能杀。大家不懂，皇帝上京的时也听文武八股违背国的情况，今在文武为分出之，皇帝推出水不理杀之，啥题？门没给发门，所以大家个目光盯了皇帝了让看嘛，一人个出自啥个事体啦？众位爱卿，这位某为其所奉其受戒，命在须臾，30神功太乙中斗，否也能妙手为成。恭请众位爱卿能费保济民意。倘若王家起死回生，神功所以谨慎送上。也是个泄露人。原来不他娘娘评为他有理想的第一山已经没办法一日，因此请文武八股推荐一山，这个生意还好进发的。皇帝现在了让是看下了过他进步进将，那么看不下有3个呀。皇帝扎头明面孔2米的，1米光1米满，1米6头用，1米的确亮的。所以大家在了让也对神灯沐浴，神灯一沐浴，神灯沐浴。皇帝后啊，谁了让也对呀？平常每个对奴工的单位活路，空地们奴的事体不做，几家不对，当个皇帝285啊，所以面孔胖一杯，都上一道扬鞭气势，勇于一战。尔等向少林之佛，受寡人之所，取寡人之乐，而今奉家受戒。要你们保济民意，竟为些要事，真是一杯实为抽水的一人意。他这个文武必行，皇帝的那莫三门视为受处，啥叫视为受处？8位。工地么挪个，事体么不做个，公么也公个，用人么不怕个，还是打8位差不多了。皇帝了让莫8位么，山上让分东扶西，半眼同个了让里向，半眼小个了让外面。啥啥么那个坟屋是皇帝在面孔还看不清爽。现在听见皇帝了让莫8位么，肚里暗喝些，山上让向5块8位顶小，属于小8位。对门前旁一看看，那块8位比我大啊！你了让对谁对看，谁对再对谁对看，看得再远，手下一个人，大家在那盯来里看，啥人？满丽军革命队的3人，预备人相2起，历史家果然，吩咐大人莫慌，谁不盯来我看？为啥呢？我只为定个。风落在道，今朝对个这人还应该定懂。那么我来讲的，老子实际上真正理想的第一山我来讲得懂，害得来个医生真正看不下他有毛病，
那皇帝啊，不察之余挂我不噻，那么我来叫人吧。所以了，老东呢，竟叫人杀人。玉良，江医生，江热坤，口鼻不得，出了些儿口。王医生本是大家，想了想，我呀，我先叫我忘记他屋里向养好个一天亚拉海湾，跨地太子，所以强北彻破，正气反水。走大龙去是木门分，相国太娘靠生日病，这是呀情义调日他之为冯家提是为民在代行，以老臣看来，这是情义深义，定能藐视为臣。这里是为某位舍命，寡人心中不安，倾家出罪，可是报尽民意，正气反水。老人必得来报之，朕报之民意。大地老兄娘，大哥报之民意，老亲家，陛下亲家，报谁来？亲家报之民意，新人民瑞身在哪里？是寡人之意，命他进宫侍病。皇帝没开心，问我衣裳新啥介绍，家人进宫。那么阿能给马上拿女婿的名字报上来，不来。啥体么？我女婿年纪太轻，一塌八字17岁。他有里向这两个老医生在个60岁，还是老医生看不好他有17岁的小猴子哪来？这皇帝听见名字怕撇开回头了，我也落不落？怎么是个？让我名字慢慢讲讲，先拿女婿的本事碰一碰，加热。再过两现在厂里向的产品外分吃餐，随时做一张广告，叫广而告之，正气反水。想他是某福建人，谁心好？我也不是看上有，非下亲戚呀。大说水，想他精通心里阴阳雨落叶。大哥，请说明先生在亲家一月报水来，想他天文地理精通些。大哥，请风师先生做啊，非下亲戚呀，大若水，想他几万
明日称干水。那么皇帝后在，对你妈妈还何时何点啥个胃口？所以面孔一杯，亲家既说报水泪，据说报哪一个？当皇帝唔受的么谁那个老乡？刚正刚直三句关后分内外子，两个嘴里说上来，假使名字再不办事，看上去头上顶什么也说特子，错不懂讲法，真气烦死哎！他们那顿多知的杀人谁？乃是心口状有神髓，黎明大。一听心口上有黎明大，皇帝然是太特子不差。像心口上有文章是何？文章何不等于为看毛病呀？哎，老亲家。有夫妻，谁把对？既往是否不相归？亲家忠心寡人明白，这名一门领袖为好。而是讲知实干性神语为的，说明闲话分讲到底子了。三个大知府眼睛的老弟眼要是分地精气味，那么呢，让我讲得再具体一点，真气防水。他们希望明日称干水。花头好同一杯。哎呦，越说越离谱噻！打比跳下头相放一半，既然不打比跳下头比，打我宫里向来衣裳才不能比呀。想打比跳下头比，别吃噻！但要听听那行比法，老亲家正在，真是与比跳下头相放一半。范岁呀，合府的家人，他们生一病，他们灭饭，一体生灵。对，我屋里向头头女女来来实实娘姨阿妈始终我的三大毛病侪是里口一体呀，吃无忌最好，所以神称一剂良方，药到病时的神医。大家在这里一天呀，对你妈妈做啥家哇啦哇啦，你今家吃错的呀了浪子，啥地无人在这里一天呀？现在我娘啥人，皇帝的娘上人，还是地无人打我娘来比呀，所以面孔胖一杯，都两妻一女荒唐腿，怎能给上下准备不分开？我听风去，身家说，怎能与家人喜气登东北？我太风趣，
怎能与下士奴人混为一谈？对皇帝口口不乃特满门，今朝乃叫你做啥？叫在衣裳有。你现在问我这个衣裳该多少本事，我叫在不得听。啥介绍你多个娘们上人，我屋里向个地下人们是下人人。哈呀，你想想看，上人我等人今朝你啥毛病呀？我一不是让到你比身高，我还出来买头的了。我也问上看，你多娘是人还是出来？我女婿嘛专门打人口毛病，凡是吃五谷啥毛病一贴药，谁吃得还？那太医了，为对我，非儿，我只平常也叫抬下去，啥子嘛？你了那没把位，我总是出来个，我不是把位。但是今朝的几乎难下，因为我家这个医生不是别人自家的女婿，非不别人家背于实话一声，讲起来我有私心。怎么是个？海无娘我也刚刚听说，今朝我不是为私，而是为公。正气反所谓，老人力把非为己，我们为这位我太娘娘好早日我回来回去为了奉驾千岁。我说得好听，回来回去为子我娘，哪得不能再回头做啊？如果再要回头，两旁边的文武大人非得不肯打出来报警，而且说我皇帝，说起来，哦哟，做那个人渣难改，不想把我把位，想想你也不用，根本叫你那还陪你，那么这个，今朝我先答应你。答应口毛病之前，你要把句闲话出来，口不好那行呗。老亲家，在一片忠心，寡人正罪。谁犯错？亲妹，说着倘若无要，二必怎样？对皇帝忙忙的问得出个绝无也害的了的。阿玉小姐，衣裳把句闲话出来，搿天要吃不好来预备难办。假使我答应不落，神具不用。今朝么中规龙改告子，正气反水。倘若明白，倘若不要你。老人牛人欺君大岁的门他在我一心所有倘若要老臣有枪何家性命担保是寡人之意，命李明当上帝祭功。领旨，丁力这一大字就说请听我道。满丽军预备路上得中头名上牛么为分走步，但是满丽军精通医的了让屋里向大家在这里一听啊。所以家民这个上人开心的不得了，这个女婿不我灭上，年纪轻马相好，才人出众，而且精通医的，小五万分重上，即为得来自。今朝文武大人上京的三虎为谁两相谁立，小他给黑一上上。万岁有旨，有事出州，
故是眷连退班了。今朝皇帝心情深重，手下了龙一郎失手争执，张破一绳子打出来100件，起码也够过10人。那么这个，让我今朝闲话谁说了谁的？终为爱情，今日寡人负心灵能杀。大家不懂。皇帝上京的时也凭文武百官为把国力兴化，今在文武为分出之，皇帝推出水不理杀者，啥子？门没有发下门，所以大家个目光盯了皇帝了上看嘛，一人个出自啥个事体啦？终为爱情，这位某为妻所为奉其受刑。皇帝啊，不才之于挂我不噻，那么我来交代吧。所以了让东呢，竟交代啥人？玉良。江医生，江热坤，口笔不对，出了些儿口。王医生本是大家，想了想，我呀，我西家我忘记他屋里向养和个一天亚拉海湾，跨地太子。所以强北撤步，正气反水。西明军把心哎，你们手大龙去。木门分，想不太年，靠生日病，这是呀情义，今名义竟为谁要谁？真是一杯尸味臭水的女人意。他这个文武百姓，皇帝了那莫三门，视为受车，啥叫视为受车？8位，工地么挪个，事体么不做个，供么也供个，用人么不怕个，还是打8位差不多了。皇帝了那莫8位么？山堂上分东扶西，半眼同个了让里向，半眼三个了让外面。杀上门那个坟墓是皇帝张面孔啊看不清爽。现在听见皇帝了让马把位么土里暗黑些，山堂上向5块把位顶线，属于3把位。对门前旁一看看，那块把位比我大啊！你了让对谁对看，谁对再对谁对看。看得在于手下一个人，大家在那盯来里看，啥人？满丽君简明的一个3人，预备人相2起。历史家果然，吩咐大人莫慌谁不盯来，我们看为啥么？我这位定个风落在头，今朝对个这人还应该定懂。那么我来交代，老子世界上真正理想的第一生，我来教得懂。害得来个医生真正看不下他有毛病，你调日他之位，冯家体是为民在担心，以老臣看来，这是情义神医，定能妙事为臣。这位某遇受病，寡人心中不安，倾家出走，可是保其名义，正气反水。来
济朕保济民意。大弟来兄娘，大哥保济民意，老亲家，地下亲家，保水嘞。亲家保济民意，新人民瑞，身在哪里？是寡人之意，命他进宫侍兵。皇帝没开心，问我衣裳新啥绝杀，家人进宫。那么，能够马上拿女婿的名字报上来，不来。啥体么？我女婿年纪太轻，一塌不知17岁。他有里向这两个老医生在个60岁，是老医生看不好他有17岁的小伙子哪来？命在须臾，30神功太易中斗，否也能妙手为成。故请众位爱卿，能非保济民意？倘若王家起死为生，神功所以晋升送上。也是个小老人。原来不他娘娘评为他有理想的第一山已经没办法医治，因此请分500个推荐医生。这个生意还挺发的。皇帝现在让是看好了不他进步进家，那么看不好有3个呀。皇帝这头面面孔2米的，1米光1米毛，1米6头用，1米的确亮的。所以大家在了让也对神灯沐浴，神灯一沐浴，神灯沐浴。皇帝后啊，谁了让也对呀？平常每个对农工的单位活路，空地们挪的，事体不做，几家不对，当我皇帝2把5啊，所以面孔胖一杯，都上一道扬鞭气势，勇于一战。尔等向少林之佛，是寡人之所，取寡人之乐，而请奉驾受戒，要你们保